來看大甲媽祖繞境進香，今仔第4天咯。早起8點是佇嘉義新港的奉天宮來辦祝壽典禮，祈求媽祖保庇國泰民安、風調雨順，嘛替信眾來消災解厄。繞境進香，祝壽大典，典禮開始。2是大甲媽祖繞境進香第4天，拜二早起8點的時，祝壽大典佇嘉義新港奉天宮正式起鼓。廟埕頭前有10萬信眾來祝賀，現場鬧彩彩。那今年大甲媽起駕有超過60萬人來參加，嘛創歷年來上懸的紀錄。團體歸，以這正雙手合掌，恭祝天上聖教聖人天手。大甲媽祝壽大典是一擺9暝8天進香活動上重要的儀式，在地頭人甲10萬信眾做3抾手的鼓勵。那祝媽祖聖誕親像，嘛要祈求天上聖母保庇國泰民安、風調雨順，嘛替信眾消災解厄。這儀式除了有宗教意義，嘛有安大人心的作用。逐年攏有人為國外專工來參加。來自海內外全國各地善男信女一同在祈壽。另外，大甲媽按算佇禮拜回鑾轉去到頂蘭宮，完成全程340多公里的繞境活動。大甲媽祖繞境進香，佇2008年嘛，予台中市文資處登錄做民俗來保存，嘛，予文化部指定做重要的民俗。記者郭正陽、王志光綜合報道。